收看今本嘅福喜类嘅节目，今本嘅老大家咧少介嘛介咧，當有意思哦。唔啲鄉親朋友唔下有學狗啦、學鳥啦、有其他寵物嘅經驗咧，佢哋喺寵物度呢個生命地圖吼，有隻當寵物嘅角色，唔過佢哋嘅經歷啊、情節啊、內容。係非常嘅從容啦，大家當主從嘅，故所基本嘢咧，大家咧少解，吼，到底係用人攞佢哋咧相處，用佢哋經歷，用佢哋內容，用佢哋對待佢哋吼，大家先來分享呢件嘅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呢個寵物豆腐父母嘅團聚嘅健康種療潤感，分享。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療潤感。分享健康種。苗栗挑粉煙，苗栗挑粉煙，好分享。聽你咧分享嘅係呢個康笑嘅種感哦，呢個雅琴是，大家好，我叫雅琴，也可以叫你 Joy， 對不對？對，是，我也叫 Joy。今天呢，看到 Joy 這麼開心，就知道 Joy 應該非常喜歡毛小孩，超喜歡的，超喜歡。對，你自己有養狗或貓？我自己從小啊，就我爸爸從狼犬。挪威納犬，然後弟弟現在有一隻黃金獵犬，這種就是從小到大，狗狗大概20-30隻有，然後自己養的貓咪有一隻養到12年，然後今年才自然的回家去。對，20-30隻，剛才講到狗狗這樣陸續，對，很多對啊，對，好，鄉親朋友，今日我大家都少解些係，你冇看解寵物。像係狗啊，然後鳥啊，都大容易來照顧哦。因為一開始問到誰是我們的那個 Joy 嘛 ，Joy 就是有。那警長呢？健康種呢？我請到是學3條苗嘅，3條已經動到誒。係3條動到。其實真少去照顧伊咯，種動到嘅時間。係啊。其實兩下概念吼，學狗啦，頭擺度種下學狗、學鳥已經冇賣強用咧。因為兩下大家唔嚟講，全部帶到鄉下，甚至帶到都市地圖啊，因為。住的房子不一樣，有時候住在公寓裡面，所以兩下都會照顧狗啦，照顧鳥，要頭擺有一些冇強容。對，咁所以兩下動到感應啦，來在主從來都來充實，都大容易來照顧狗、照顧鳥，像他們的清潔啦，對不對？他們的美容啦，都非常非常的重視，好，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沒錯。見不見特別繞牆到健康種啦 ，Joy 來到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說，係講呢度唔係自家照顧，自家清潔，又係送本人。唔過咧下有一種嘅父母非常嘅體貼，佢哋咧唔是你喜，佢哋來到遐冇下讓你來父母，所以我們是到府服務。是，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服務內容，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平台？好，其實哈，大部分嘅人啊，我未強用，特別係養苗嘅時節啦，就係啲啲狗啊，南機啊，所以就南機嘛，其他全部唔會。唔曉得，這地有搞停，這地有搞機停哈，不給食東西啊。人家講佢係洗腎哦，係美容哦，係義工係親哦，你一啲我全部都要用嚟裝啊，結果用嚟你就即刻以上網去查詢啊，去學，那遲到哦，你過去了，佢。3條全部走喺裏面，轉去嘅，那就遲到講心冠毒啊，酸當艱苦，講頭擺啊，照顧到一唔好，都唔好，故所咧下就想用一種愛護照顧佢哋啲心來照顧，漢拿到嘅咧苗嘅，我咧狗嘅，想法係咁樣啦，所以其實。剛才執行長講到他那3隻貓的時候，還是想起來還是覺得酸酸的，對不對？因為前後兩條經驗，弄求6年，長者啊。哦，所以冇一舊嘅事情。所以是想講啊，該下貓本機來好好的照顧，所以你還落去走得很好，可以服務更多的貓狗，對不對？可是安永改平推到便宜貓強容，這是一個到府服務哦，服務的內容。有什麼？服務的內容就是，一般我們買東西不是宅配東西到你家嘛？對，我們現在是宅配美容師到你家，宅配美容師到你家。對。那我們平常在幫貓咪啊或狗狗在幫它清潔美容的時候，不是會自己把它帶去那個寵物店，或者是它自己去？不會啦。那我們就是讓美容師到家裡去，第一個就是。
小宝贝会比较放松，是，然后第二个。爸爸妈妈比较轻松，然后比较不会有很多猫咪狗狗在一起交叉感染的问题。是，所以等于是你们就像是宠物管家一样，对不对？你们每天限量一天要服务多少猫狗？如果是一位美容师的话，是它最多只能够5位，而且是加班。那如果一般的话，如果是美容大概只有3位，是。那如果是纯洗澡的话，大概只能够4位。对，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们也提出了一些保证啊，比如说我们一定是用天然的洗洁剂，对，这很重要，我们后面会陆陆续续的讲到，对不对？而且你们是提供一个很专业的服务，对，不是说哎呀跟狗狗洗澡谁不会，对不对？按简单，按没有洗，就像像洗自己一样很简单，可是其实这是很专业的过程当中，还要剪指甲啊，对不对？修指甲，洗耳朵，清耳朵，对，躺一类动简单，其实摸完简单，对，所以这就是现在执行长跟Joey 这边的这个平台服务的一些内容，对。那刚才 Joey 跟执行长两边又讲到哦，其实你说你是送这个蜜蓉式系统，你要不哈让你的父母哈让你来挺熟，其实这中间有一些优缺点，对，因为说实在的，七架动豆改偏又给七架修给七架修鸟，他就自己处理啊，对，那自己处理有自己处理的优缺，对，那当然我说，动动因为送出去，不应来请，那也有它的优缺。到府服务的优点，我们可以好好讲，有缺点吗？有，也是同一个，是什么？是什么？你的时间较长啊，时间好长，因为你伫木卡，你切对唔会容易塌地嘛，唔会枯地，故说你我发下多的时间，要当有耐心，天天的来，所以故说佢的时间会较长啊。一个美容师去到，伊家应该无下去比如鸟也好，狗也好，应该父母一般会纠改时间。听不懂，大概要多久时间？如果是洗澡的话，我们大概洗澡跟美容，到家里去，大家都会先花20分钟跟他玩。不可能一去来洗澡，不行，先玩，对，先玩，培养感情，先帮他按摩，先梳毛，先让他来你的脚边搓一搓，然后跟主人请主人准备他最爱吃的零食，先。好享受啊！基本上他是老大这样。是简单来讲，等机合熟食掉诶，长来洗身，长来体盖毛。所以然后先熟食过后，先玩过后，先按摩过后，然后长谁性？等机用下放松掉诶。对，然后按摩完、熟悉完之后，洗澡大概连吹干大概1个小时。但是美容的话，要看它逃脱的次数，是大概要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这么久，因为它特别是猫咪啊，它如果在家里，它一挣扎就不行，就一定要让它休息，然后再抓回来。所以你看躺椅了以后，还讲用改豆腐、改父母，其实是纯手工。我们讲现在都很注重手感温度，有没有？现在这个文创时期，一种重视手感温度，所以它其实是到府服务的纯手工，可缺点也是纯手工。对，因为它当然很费时嘛，因为它跟你培养感情。它不是好像一个机器一样，你过来我就洗一洗，烘干你就出去了。对，不过讲到俩片哈，那大家在问同到底要怎么样类型的，你讲狗还鸟，是可以到府服务的这种类型。对，比如说第一个很久没洗澡的，对，是不是很久没洗澡，然后很臭的那一种？有一些已经有异味了，有一些如果是狗狗或猫咪，我们有看过长得像羊的猫咪。羊它的毛会卷起来它就是长毛，然后有卷起来了。对。可是这样子它们其实会很不舒服啊，所以我们特别去找了一罐，就是湿油，可以让它先把毛顺开，这样它会比较舒服一点。对。还有一种就是一定要在家里洗的那种狗跟猫，黑猫。大部分都讲啊，美味下接送会用的一种服务。各位因为因去下唔讲出门啊，不过迄种身体也唔好的各位，年纪还大的各位，佢可能就会用了这种服务。想要在家里想要躲过哈嘛哈，不过躲俩频道兄弟们都提倡以前动虫扰改事情是黑，其实狗狗跟人一样，他们也是会生病，也是会感染的。所以讲躲俩片，其实躲服的父母有一天动虫扰一些，就是他切对走的
平面所谓的交叉感染。对，因为有时候你手头该便宜，谁性改时间，可能你赌该便宜，你明明去的时候没有怎么样，回来的时候怎么很久突然过没多久突然有皮肤病，有可能在那里感染。有，所以其实像你们这样的到服务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对，好，所以你们有遇到交叉感染的？其实我吃到吼，也有一种是性冠毒的这种信任感嘛。信任感到安全感。嘿，就是咱聊到血苗的、血球的，聊到主因啊，叫会吃到，叫会烧啊。伊唔滴讲送去，转来唔滴到底又不能按用，到底用来处理，到底又用的无去唔滴。其实全部大部分的心理的问题啦。就像总动等一下哈，你看就像总讲话，他说其实讲到系信任感到安全感，因为你送去改变2点钟冇看到伊，你也唔知该2点钟发生乜嘅事情。其实要到声音系强了，跟孩子是一样的。对，你孩子到保姆手里，你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安全感跟信任感很重要。因为叫啦叫鸟系强容嘅心情，所以其实还有动到嘅地穴，然后大家咧分享吼，你看你现从嘅讲起按到大家是点个强，像什么先聊下，你等下就怎来。今日東方宇宙的繞牆道絕行總繞 Joy 呢度節目啲度繞大家咧分享嗬，其實分享嘛嘅咧係講講下要學狗要學鳥，到底係用嚟洗身、用嚟照顧、用嚟清潔係非常重要嘅。不過記得有一隻動物意識嘅平台哦，就是這個平台呢提供非常專業嘅服務，對。係講你希望你去野嘅冇下讓你嘅狗啦鳥咧做清潔，做得落佢就聯絡佢就做得派專業嘅人到家裡去做一個專屬的、客製化的個人服務，這樣講很完整哈。對，很完整。其實講到安豆，我們這邊要提到是，到底用應該毛小孩，你走得去走安那個服務，很久沒洗澡的，太臭的，要趕快幫他洗一下。啊，有一種就像剛菊香總講，已經很老了，對，然後你還要把他送到外面，也很折騰。對，那最後剛剛講的是比較心理的因素，如果係個冇安全感、冇信任感，那就不要送出去，就請人家來。人家到家裡面來幫忙，因為這樣就會很有安全感，你又看得到嘛，對，然後又覺得你可以，搞不好還可以參與一點點，對不對？好，這種感覺很不一樣。可是如果講到兩邊遇到動寵擾的，想要問一下，到底狗狗跟貓咪應該多久洗澡一次？其實咱人啊，人一洗，可以動正常的事情。不過你狗的貓呀，唔係講愛了動外腹肌，人一未弄一洗，咁樣係唔錯嘅。不可以天天洗，因為佢了咗腎紅啊，就了油脂啊，油脂，係，保護佢了咗身體嘅。你洗到強強，對佢了咗電導係唔好。錯，冇錯，因為。你講的因嘛，因係因為你單一溜後，我們已經習慣單一的洗性，因為才會舒適嘛。啊，不然冇洗性有水問題嘛。可是有時候我們也不能一天洗5次啊，寵物因為這樣子油脂會洗掉，很乾。那狗狗跟貓貓也一樣，對。不過一般都講狗1週洗1次，差不多嗎？差不多。沒有，差不多1-2張也洗一擺。我以為狗狗2個禮拜到1個月洗1次就可以了。可是它會有味道。因為狗會記得米團衝，狗狗它會自然有味道。狗狗會自然有味道，而且有一些狗狗的味道特別重。對，除非你能忍受。所以如果可以忍受的話，就可以久久洗1次，是這樣嗎？人唔係咁樣講，你簡單來講是簡單來講，提醒鄉親朋友不要每天洗。可是我覺得不會有人每天洗，因為幫狗狗洗澡很累耶，搏鬥，很累，對。所以狗狗1個禮拜洗1次，鳥差不多1張眼到2張眼洗1擺什麼嘞？對，那當然還是要看每個狗狗的狀態啦，對，是不是？對，那狗狗，可是我覺得讓狗洗澡不是這麼容易耶，幫狗狗洗澡蠻麻煩的，因為狗狗會掙扎。狗狗它的掙扎比貓咪來得小，因為它喜歡玩水。是，狗狗喜歡玩水，但是有一些它不喜歡洗澡，其實是主人造成的。因為它就是不熟悉，譬如說，它就拿蓮蓬頭往它頭開始沖啊。
然后他就吓到，他应该是从屁股开始冲，从屁股开始。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会准备水。可是不会直接用莲蓬头去冲，就它是干的时候到湿的，会是先用，譬如说这种小方巾啊，是它如果再更大只一点，就是再大块一点。那如果大概是中型犬这么大，我们就是小方巾，然后把它盖上去，然后开始帮它抹洗剂，从屁股开始抹，然后先不要冲到它的头，这样它就比较不会挣扎，然后之后搓一搓之后有泡泡，它也觉得还蛮有趣的，蛮舒服的，是不是？然后再用莲蓬头一样，就是先试水温呐，从小小的，然后贴在它的皮肤上面，就是不要这种，然后就水一直冲它，其实会害怕。其实想想也是哈，我们人洗澡的时候，谁喜欢第一个步骤就拿莲蓬头冲脸？好像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其实宠物也一样啊。对啊。因为可能我们就觉得它是宠物，也没有真的很去注重细节。对，就像刚刚 Joy 讲的，是这种Joy 讲哎，其实你要给谁性还是有一些诀窍在里面的。冲水也是直接从屁股开始。可是你刚拿那个方巾，所以器具很重要。我看现场还有澡盆。对，就是像这个狗狗啊，如果我们都会把浴室占为己有。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就搬进去。是，那我们浴室有一个叫做马桶，狗狗或猫咪只要躲到马桶后面，那大家都很尴尬。是，好，所以我们就拿澡盆啊把它堵住，它就再也跑不进去。所以是哪个意思？就是把狗放到澡盆里面的意思。先把澡盆。它可以通往马桶那个地方堵住，让它跑不过去。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澡盆先放大概37度、38度的水。那如果是夏天它会热嘛，再降一些。然后把狗狗跟猫咪放进去。其实连猫的啊，本期伊只限制的感觉，伊就唔会慢散走。慢散走安样啊。慢散走。佢下紧张的世界啦，其实弄佢的书。表的俩孙行啊，佢会办的，佢会办的，佢就唔会按样当紧张，会较轻松，其实咪按样很容易啊。所以其实要怎么样？如果像有时候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到府服务嘛，因为有时候搞不好主人也很忙，或者刚好不在家，你有时候或者自己今天心血来潮想要自己洗，对，我们还是可以改善狗狗不爱洗澡的一些。可以哈。其实他们做在准备俩这种放片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像小 baby 用的那个澡盆啊，然后里面装水，然后先在外面啊用这种大概这么大的就是小方巾，然后吸水的，帮他们从后面往前面啊帮它沾湿，然后沾湿之后啊，洗剂洗一洗之后，再用莲蓬头啊贴着它的皮肤冲，他们其实会喜欢那个感觉。然后你在冲它的时候，我们不是洗剂洗完就把它抱进去水里面，因为那时候它全身都湿了。对。在外面跟在里面没有什么差，可是你千万不要它全干的时候就把它抱进去水里面，是有差的。我觉得这跟游泳一样，先冲湿身体，然后再下到游泳池里面。对。可是洗完的时候，狗狗会甩水。狗狗会甩水，对，所以你要甩一下自己，因为你也湿掉。雅云真的很幽默哈，所以在帮狗狗擦干之前，自己先甩一下，把自己身上的水也先甩掉。会穿那个围多多，穿围多多。其实说到这里哈，到大家的分享哈，其实老狗谁性虽然讲港狗有得有步骤而来注意，其实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爱冲扰，那就是洗洁剂的选择。对，好，不是说。人用的狗狗就一定可以用，不行。对，所以洗洁剂有什么建议吗？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们洗完之后一定会舔毛，是我们的洗发精会拿来吃嘛？我们的洗发精应该不能够拿来吃，对吗？是，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的洗发精啊，或者是沐浴乳拿来给猫咪或狗狗使用的话，对，然后它们洗完就会开始舔，糟糕了。对，这个我之前好像没有注意到，好像以为没关系。那你用的这种洗发精啊、沐浴乳啊、香皂了对吧？它的成分是较复杂，它的碱性较重。其实让每位给位用的绝对是很冇强用的。对。所以其实哈，大家第一件事情是老狗老猫谁先还是要准备一罐给自家专属的，专属的。因为我觉得Joey刚刚给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大家可能没想到，其实你提供绝对不可以。可是因为有一个重要，就是他们会舔自己，对，他们会舔的毛，对。那一般来说，你凝溶改成会谁贴那么的东西呀？它里面会含蛮多。可能有一些化学成分的东西，那如果你系讲用到鸟啦，用到狗性吼，记得谁性
狗后，它如果舔的话，那当然就不好。对。可是因为我们人类不会一直洗完一直舔自己的毛发或是什么的，所以其实这是特别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事情哈。所以用心朋友，其实你还要用给啊，你要专属的这些洗洁剂，有时候是不是有些太浓的还是要稀释？有些看产品。比如说哈，第一种。你的环境有整条毛，你做的环境有整条毛，伊个整条因为用的是马甲，伊保证马甲，做的生毛，后伊个酸碱度用的，提因为稀释，跳人讲到的，因为稀释，某个浓度太重哈，对伊面不好。对，而且这个我补充一下，像我们有好几款洗剂嘛，不同的厂牌，那就是厂商说这是1:5，那就稀释5倍。是，厂商说他们家的是1:10，我们就稀释10倍的。是，而且你如果太浓啊，你沾到那个宠物身上啊，是不是要花更久的时间冲掉？没错。然后他们就会更没有耐心。所以细节好多哦。都是。同理心啊，对，说得很好吼，同理心。因为我想看电视界向前面会讲，我还有学给我用鸟也好，是做得了解，就像从老雅琴这边讲的那种细节啦，那种内容。不过可能冇学给冇用了解，向前面会讲，你滴都按个来滴些呀，做得慢慢个配用，其实老宠物相处，知道您相处很强容诶，都要有一个信任感跟安全感跟这样的同理心哈。还有嘛个滴些做得老大家的分享聊哈，等下再转来。今日當翻呢度咧，邀請到朱行長，然後作為呢個節目呢度啦，大家都歡迎係咁，我係要學寵物嘅朋友做啲用因來建立自家嘅狗啦鳥哦。當然每個人的對待方式都不一樣，可是讀兩篇係讓大家歡迎哦，我們可以這麼做，對哈。不過講到兩篇啊，剛才講到誰性啊，哈，誰性其實對。一路在讲一天动宠了解事情哈，不过刚刚讲到洗完澡会甩水，对，因为其实狗狗身上很多毛，或是猫身上是很多毛的，没错，所以它们洗完的时候其实很湿，对，而且要花力气的，没错，对。不过这里好像有个诀窍，是不是？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啊叫做宠物专用的超吸水毛巾，是，然后这个是刚拆封的样子，对，这个是大条的哦。它所以就像一个大方巾一样，可是不能够直接用哦，要先沾水。哦，先沾水，对，把它整个都弄湿之后，是，然后再把它包起来。先把狗狗包起来，猫包起来，对，包起来。然后包起来的时候啊，为了怕它逃跑啊，还有一个小秘诀，如果它是小只的，你就把它倒到那个脸盆，是，就是洗脸那个脸盆，然后把它放进去，因为它有一个圆圆的嘛，所以它其实就不会乱跑。然后在里面把它擦干。那比较注意的就是头啊，因为我们刚刚在洗澡的时候应该会用手把它的脸遮住，所以不大会沾到水。然后就用这个毛巾啊，看看就是帮它寻一下有没有眼屎，那就是用小方巾再帮它擦一下。真的好细节哦！刚刚忘了讲，然后再把它的身体啊擦干，特别是肚子的毛，因为它不喜欢人家碰，不管是猫咪还是狗狗，它都不喜欢人家碰它的肚子，所以赶快偷偷的把它的肚子擦干。然后还有大腿。那边都是比较难擦的，怎么办？我觉得下次应该要拜托Joey来我们家一下，感觉上非常的细心哦。对哦，从眼睛到肚子，对，所以其实这边讲到一个重点，一大买个重点来说，给我谁信谁好，对，利用吹风机到去去燥之前，你听出来先用毛巾把它水吸干，对，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台家海公又要给我谁信谁狗，该尽量台家什么地，那个吹风机吹让给冒了吹燥。冻球，迄2、3点钟吹燥，奇怪，你喙条那么已经起到，你也骗谁条那么喙条那么已经起到冻，麻烦吹20分钟是冻灭，很热了。对。可是如果连行业天到记得谁信，他当然不喜欢了，一吹3小时，他怎么会受得了？而且有时候温度会太高，对，就没耐心哎。对，所以其实这边还是要先吸水，然后再用吹风机吹。吹风机有选择吗？吸水这一条，然后再用跟人很像那个超纤维的毛巾，大家可以把它们的毛啊吸到大概9成干，就可以到9成干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肚子的毛啊会偷偷先擦好，对，之后就是从它的头，就是它比较会有感觉的，然后它
它舔不到的那一块，对，然后先帮它吹干，就是背啊，然后要从那个毛下面吹上面没有用，因为猫，特别是像狗狗，它的皮那个毛是比较顺的，那猫咪都是它的底毛比较粗，所以要从它的底毛开始吹，慢慢吹。吹风机要弦还点的，比较安静，好掂情的，莫台上，掂还是，掂的，基本按掂。嘿，想想也是，你想讲你那要吹风机动台上，动一空顺进去去烫都没会挣扎啦。有时间喊我容易你讲用减等啊，去喊我很减，去冇烫到。所以声音选择好掂情的吹风机落去吹。不过讲到两片，你讲到吹毛，其实狗狗都会换毛。对，因为刚才就有特别提到，其实狗狗换毛，其实梳毛很重要。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般我们家里要必备的东西是，比如那个梳毛的，让我拿2只，好不好？对，请执行长帮忙拿一下。这一个就把梳通通拿过来好了。对，好，还有一只最大只的，这是很大只的梳毛。对，这个啊是我们家里常见的软梳，是。然后这个就是帮它做梳毛，可是如果它毛发已经开始先纠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用这种排梳，先帮它梳开。那如果它毛纠结比较严重，你就用粗的这边先帮它顺开。对。那如果遇到那个就是梳一梳它就打结了，要慢慢来。它真的不行的时候啊，像这种叫做那个开结梳，这边其实是利利的，有刀片，所以当我们这样梳开的时候，它的毛就能够被梳开掉，然后等它全身的毛都能够用，就是打结的地方全部梳开了，对，然后这个也过了，细的也过了之后，才是用这一支，然后全身帮它梳开，是因为大家可能家里只有这一支啊，然后就从头梳到尾，然后就卡住，卡住之后怎么办？它会痛，卡住之后就硬梳，就很痛。總得做出嚟，我係用腰做得加腰啊，而家做得加腰。我覺得執行長真的很可愛，他剛很緊張的看我說不可以硬梳。我剛剛是說現在有很多人因為沒有想到梳不開就硬梳開，啱沒人用，對，跳板沒人用，不行，執行長不要緊張，不行硬梳開。我們知道，對，我們是說不行硬梳開，因為就像梳頭髮一樣啦，你遇到打結，你硬梳頭也是會掉髮，而且會很疼痛。對，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過程，因為有些狗的毛很長，有些貓的毛比較長，那有些是比較短毛的。對，那每個狗跟貓的需求不一樣。不過這是特別要跟觀眾朋友強調的，就是你梳毛要有一些過程，你還是要幫它理一下它的毛，它才會舒服。對，因為毛都會換季，像狗狗1年大概換季2次。對。春天跟秋天，換季2次，對，像你啊，中秋節過後啊，你的溫差下大，差不多叫做點輪毛，因為容易毛絲、腳鬆絲，去喊毛的輪毛，所以其實要常梳 ，UK 的換季也是間，你要特別的去梳它，這樣子。比較好摸輪毛，比較不會掉毛，對，而且慢見度全部很毛，有，很像那個狗狗跟貓在家裡幫你織地毯一樣，然後你如果沒有幫它梳毛，其實你哈了也是件，你也不用買地毯，家裡就是地毯了，對，其實還是要幫它梳毛，幫它整理，對，然後其實在換季的時候還要特別咯，勸朋友的提醒，還是要定期的戶外運動，對不對？加強它的新陳代謝，讓它的換毛速度可以再快一點點，對，好，攝的東西沒凍蟲啊，寫的東西凍蟲擾，因為補充劑的應用。應用，用佢可能毛會上來較正，較健康啊，毛髮比較光亮，比較漂亮，其實就跟滋養頭髮是一樣的，飲食也是非常的重要，對。可是想要問一下，黑公瓊桑西波哈，因為換季改冠黑，好且是凍痘改毛髮，要怎麼處理比較好？哦，家裡很多這樣的一個掉毛的毛髮，了解。第一個就是我們除了幫它常常做梳毛之外啊，梳毛就可以把它身上掉下來的毛啊，就先處理掉，不用讓它掉在家裡面。然後第二個，家裡如果可以有這種滾輪啊，是要定期就是在比如說沙發上面要清理，因為我們每天都會跟它們的毛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們可能也會呼吸道裡面會有很多那個毛的那個
就是鼻子里面、身上都会有。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预先在它们还没有掉的时候，先把大部分处理掉。那剩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沙发上面的，然后地板啊，有的人我听过有的人是用那个自动的吸尘器，不过听说效果还好。是。那我们自己家的话，就是吸尘器啊，它会是很 OK 的。是。可是就是要常吸。是。所以这就跟大家分享，这真的非常改宠饶啊！所以这是换毛的。其实刚才讲的是黑狗，莫哈又非常都改莫改细节，台改走的用因处理，比如你有吸尘器啊，然后像刚刚就有讲的吸毛发的。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护理狗狗跟猫安用改东西，是因为那些毛发如果让它们自己吸进去，对它们也是会有伤害的。对，比如说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毛球症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体皮很摇的，摇的问题有很好。因为佢习惯惯用佢的沙妈，用洗，洗佢的毛金洗用整理啊，佢上会整理嘛，佢就塞落去嘅，塞落去佢会用嘅，佢会判毛甲，判cái汪汪的蛋质，还有个贵团的毛球。所以佢经洗一下改毛是让毛吞落去的，所以可能是咪要安用改我那毛球症的症状来进行去佢可能就唔想食饭，效法唔好。对，间接直接就影响到营养从可能还会一般性上款。哇。所以真的是小细节很多哈，乡亲朋友基本嘅贴片绕墙度，一行走，就有嚟到节目第一读到提高咧分享，欣赏係你不卡係講要寵物嘅話，然後鳥到底係用呢啲福利哦，是一種談幾多用沙講是第幾多非常感榮幸。非常感細心，然後非常感注意細節，哈，因為這都是為了他們的健康，對他們好，我們跟他們相處，我們也開心，對哈，所以鄉親朋友，今日非常師母執行長也非常謝謝 Joey，謝謝，好，鄉親朋友希望基本以後大家嘅收穫動態哦，咁個聽聽呢，線上咧做認同了。